昨昏6月30是国际小型星日，那伫29暗大约10点的时，拄好有一粒会当互看作是有潜在威胁的2024 MK 小行星，这飞过地球。 直径差不多是120到260公尺之间，差不多是一个半个卡球场遐尔大，比地球到月球的距离甚至还佫较近。开始响热台北市立天文馆，有真侪家长带囡仔参加活动，了解宇宙的奥妙。都是国际小行星日进前，29暗时差不多10点，有一粒2024 MK 小行星近距离飞过地球，引起学生的好奇。对未来的不确定性，就是也有一点害怕，跟一些兴奋吧，蛮期待的。 2024 MK 小行星是这几年近地星体当中上光的一粒，而且有暗藏的威胁，也就是轨道有撞地球的可能。直径差不多120到260公尺之间，相当1.5个卡球场的大小，比地球到月球的距离甚至还佫较近，差不多只有29万公里。今年6月中才被发现。它很特别是，这一颗小行星其实是6月。 中哈，就是大概15天前才发现的哈，所以其实我们能够反应时间非常非常短哈，所以还好它没有撞上来。同款也伫昨暗时8点外，南怀阿口庄的4K 星空摄影机翕到天顶出现真大不明的光的物体，拖长长的尾飞过天边。好像是流星，可带一个很长的一个尾巴，然后速度又比我们以前往常看到流星的速度又再慢一点。 时间还蛮长了，好几秒钟，最后好像有一点点小爆炸。到底是什么不明物体，依然无证实。不过天文馆表示，2024 MK 其实光度真低，目睭无可能看到，所以两者之间并无关联。不过有过5年了后，2029年又一粒有缘摧毁台湾位列小行星飞过地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